首先到京瓷官方網站下載驅動程式影像檔，網址 www.kyocera.documentsolutions.com。進入網站之後，於客戶支援中心清單點選下載中心。於步驟1搜尋並點選印表機型號。步驟2選擇驅動程式。步驟3選擇 Mac 作業系統。步驟4選擇 Mac Print Driver。點按同意合約條款並下載。點按允許下載。下載完成之後，進入下載項目影像檔資料夾。打開 Kyocera OS X Web Build 影像檔，啟動 Kyocera OS X Web Build 安裝程式。以下步驟點選繼續，同意許可協議，再點選繼續，然後點選安裝。輸入電腦登入密碼之後，按安裝軟件，開始安裝。最後點選關閉，結束安裝。點按允許取用，可自行決定保留或者刪除安裝程式。要添加印表機，先點按 Mac 圖標，選擇系統設定。選擇打印機與掃描器，點按加入打印機、掃描器或傳真機。於新增打印機視窗內點按 IP， 輸入印表機 IP 地址，確保通訊協定用 HP Jet Direct Socket， 並使用 KPDL 驅動軟件。點按加入。返回打印機與掃描器頁面，選擇目標印表機，點按選項與耗材，點按選項設置相關硬件項目，完成後按好。最後點選完成。要預設電腦列印黑白，先進入啟動台，開啟 Kyocera Print Panel。選擇目標印表機，點選 Basic， 頁面將 Color 設置為 Black and White。完成之後按 Apply， 再按OK。